今日介紹南平匯洋房5號屋，靚裝修，地下有2個嘅車位。事不宜遲，入屋參觀下啦。門口入屋呢度有個士多房，跟住有一個長形嘅走廊，跟住有個客廳啦。地下呢度咧就係客廳，因為個客廳個深度咧都真係幾闊落嘅，咁所以攞呢一度可以作為一個酒吧，做個酒櫃啊、酒吧招呼下朋友啦。有個大嘅採光窗，3、4百尺嘅後花園，望出去又係好開揚嘅。中間呢度擺啲大梳化，相機後面嗰度可以擺電視機，呢度就好似佢咁樣擺下啲收納櫃，成個空間唔好太多嘢，啱啱好，做埋眼大吊燈，咁就好舒服啦。今次介紹嘅5號屋，實用面積2421尺，附帶咗一個341尺嘅花園，仲有一個天台，就大約700尺，屬於3房2套，再加工人套房。呢度呢就係佢嘅後花園，有個獨立門口可以出返去出邊嘅街道。到嚟1樓呢，就係一個飯廳嘅空間，你睇下，呢度已經係一張長形嘅8個座位嘅飯台，跟住好靚嘅吊燈，側邊有收納櫃，呢邊呢就係緊廚嘅區域，東側呢度有個浴室洗手間，側邊仲有間客房添嘅。如果有老人家或者唔想成日上咁多樓梯嘅，都可以考慮呢間房間嘅空間亦都唔細㗎。咁大間屋點少得嗰一個咁空曠、咁闊落嘅廚房位咧？雙門雪櫃可以擺咖啡機，下面仲有個酒櫃、蒸爐、焗爐、明火煮食，好大嘅工作台面。中意煮食或者女士一定中意個廚房，3、5知己喺度煮下嘢食，幾好啊！呢度細細地做個通道都仲可以。景觀一樣係望返公園景觀啊，比較開揚。入邊仲有個姐姐房間套房嚟嘅。呢間屋仔嘅設計，地下就係客廳，1樓呢就係飯廳、廚房，再加一間客房。呢間客房採光度好通透，左右有透光窗，樓底比較高，適合安裝大型嘅吊燈添。飯廳嘅景觀十分之開揚，側邊仲有一個好方正、好實用、景觀又靚嘅廚房空間。廚房入邊仲有個工人套房，空間都唔細㗎。呢度嘅景觀望出去係一個公園景，好開揚，採光度好足夠。而1樓呢一度有一個浴室洗手間，有窗，係屬於名廁嚟嘅。跟住沿樓梯上去2樓就係套房樓層，2樓呢係屬於雙套房嘅設計。主人房同層呢，仲有個小朋友嘅套房啦。咁呢個成個套房嘅空間亦都好大嘅，一仔一女啱啱好，左右兩邊睡床，跟住呢度一人一個衣櫃，跟住仲有啲工作台啊，或者梳妝台啊、寫字台。咁呢度望出去呢，就係南平匯入邊嘅內街嚟嘅。咁套廁浴室入邊呢，就係有企缸嘅設計啦。咁啊左右兩邊亦都有對流窗嘅呢間房。到2樓嘅主人套房啦。咁呢個呢，真係好靚嘅裝修啦。咁其實裝修真係自己加減嘅啫，但係景觀就真係冇得變嘅。出邊係望住一個公眾嘅公園仔，咁啊綠油油嘅樹景啦，唔對屋啦，再加上呢一度有好大個衣帽間啦，入邊仲有一個5件頭嘅套廁洗手間，成個主人房個空間咧真係好夠嘅。第一間小主人嘅套房，左右兩邊有透光窗，空間好大，足夠擺好多嘅家具。當然佢嘅套廁浴室入邊都係有窗，屬於名廁。主人套房入邊嘅空間更加唔使講。景觀除咗好靚之外，仲有衣帽間位置，套廁浴室亦都係5件頭嘅設計，採光度亦都係好足夠。衣帽間呢度做咗好大嘅入牆衣櫃，床頭位置望出去嘅景觀可以見到藍天白雲。跟住上邊仲有一個700尺嘅天台，上到嚟天台個空間都係比較好方正，周邊都好開揚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，康臣。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